想炒幣點都要揀個夠安全嘅交易所，即刻去 Bitget 網頁開個戶口，只要輸入電郵同密碼就搞掂啦。仲可以用我呢個推薦碼，手續費最高減50%。登記完之後，去你電郵揾返驗證碼，填返入 Bitget， 咁就完成電郵驗證啦。咁樣可以防止其他人入你戶口。為咗戶口更加安全，記得做實名認證 KYC， 只需要上傳有效證件，例如身份證或者護照，按指示影張清楚嘅相就得。呢步好快又簡單，絕對唔使擔心。跟住你會要自拍一張，證明身份，跟住 App 指示影相片合格就過到 KYC 啦。提升咗戶口安全級別，可以安心炒幣。最後記得設定 Google 驗證器，打開 Google OTP App， 加個戶口，用 Bitget 個 QR code 掃一掃，每次登入或者出金都要打一次驗證碼，戶口多重保護。認證同安全設定做好咗之後，就可以安心入金開始交易啦。Bitget 平台簡單易用，入金快，手續費又低，一定係你邁向財務自由嘅好選擇。